今日去到銅鑼灣百德新街一間千兩嘅日本料理。今日試咗個天婦羅定食，仲有刺身拼盤。另外呢個我都好鍾意嘅西京燒魚定食。當然要配埋佢嘅即磨咖啡啦。以前好旺嘅鬧市市中心，而家靜咗好多，平日嘅遊客都唔見一兩個。行返出大街，要搵返個巴士站，因為今日要去深圳灣。今次第一次嘗試搭城巴嘅962X，之後再轉 B3X， 第二程係免費嘅。即係24個2就可以由銅鑼灣去到深圳灣。難得今日天氣好好，仲見到有藍天白雲，仲遇上屯門公路塞車，1個半鐘頭之後先去到屯門。偶然喺路邊發覺一個講解屯門歷史嘅圖片展覽。話就話屯門轉車站呢條路好長好長，就好似屯門發展歷史一樣，好長好長。要由屯門官立中學行過去市中心，先可以再轉 B3X。都一段時間冇嚟屯門大會堂，記得以前係成日過嚟呢度，每個禮拜都會嚟一次。終於都到巴士站啦，仲要即刻有車。16個半，免費。以時間換取金錢嘅原則，值得嘅。抵我等你咁耐，仲可以喺巴士上面剪片。好鍾意呢條橋，藍天白雲可以望到好遠。去科苑站轉車，唔好去後海，因為要行好遠。
到咗東角頭站 D 出口。如果你想懶唔行樓梯嘅話，呢個位置本身係蛇口戲院，而家冇咗，一剎那間冇咗。今晚食飯嘅地方，陶記。蛇口街市可以買好多靚嘅海鮮，呢度可以幫你加工，亦都可以點佢嘅小菜。豉油皇虎蝦好彈牙嘅，豉椒聖子加米粉底，聽聞係10蚊一大堆嘅，唔知係咪試堪嘅物體。鹽焗東風螺，多啲鹽就好啦。酥炸生蠔，台山嘅，好大隻。再嚟一碟薑蔥蠔，同樣都係好大隻。龍仔蒸九節蝦，今次有啲失色啦。鮮包永遠都係冇得輸嘅。朋友叫咗個墨魚餅，都幾好食。最後梗係嚟返條魚。飲埋啤酒汽水，買海鮮加工，每人唔使200蚊。只可以留為紀念嘅蛇口戲院。食完飯喺海邊散步，海邊嘅夜景好靚。之前試過朝頭早行過一條好長好長嘅海濱。如果你踩單車嘅話，可以一直踩到去福田。精彩嘅時間到啦，試下用唔同嘅角度去睇下呢個城市。第一隻安全回航。第二隻安全回航。第三隻安全回航。夜靜嘅蛇口街市已經變咗唔生猛嘅海鮮，唔生猛嘅仲係咪叫做海鮮呢？聚會之後有一碗糖水，咁先叫最完美。不妨試下用另一個角度去睇下呢個咁靚嘅世界，咁就要買部無人機啦。